来关心国际新闻，中国9月初3要阅兵，罗西亚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拢会出席。不过，即马中国国内却出现反对共产党的声音。在中国重庆大学的大楼，有人用投影显示几若句叫中国共产党就要落台标语。即马网络拢讲这个人是重庆勇士。 带一大群人的代表团，罗西亚总统普京31坐专机到中国天津，要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。原来这个普京真罕见会伫中国停4天遮久，过来伊要去北京参加中国9·3阅兵，按算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，又有历年无来中国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做伙出现。不过伫9·3阅兵前几天，中国国内可亲像佫出现反政府的声音。 社群平台日到暗时，伫中国重庆大学城一大楼外壁，有人投影真侪白个引导中国的标语，专程放送50多分钟。网友甲伊叫做是重庆勇士。等到中国警方弄入去绑警，甲投影机关起来时，内底已经无人，桌顶敢若剩一张批。批顶面写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是侪甲无法度算，偌侪人家破人亡，受尽迫害，佮批评中国就是法西斯。 原来署名的日期是8月16日，传出这位行动者伫这段时间都已经带规个伙仔逃到海外。我相信习近平或许想透过这样的一个阅兵的举行，来进行一个大内宣，然后来去转移他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。学者认为，中国想要透过阅兵来抢二战的历史话语权，制造因是中国的形象。不过，内部人民实际感受才是事实。 咱海军司令部是伫9·3军人节进前放送汉光41号演习成果的影片，其中有真少出现的雄3、精挺型、反舰飞弹、南载型监侦无人机等等的新装备，也展出无机有名大型补给船舰，进入咱港口的重要物资接转的作业，凸显国军不管时徛伫上前线，守护国家安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